冰寒旗鼓，新春团拜。冰寒旗鼓，中华民国111年，天温岁次壬寅新春，金向水仙府、水仙尊王新情行团拜。 典礼开始，鸣炮。如这官就位，恭请冰寒旗鼓总裁李和顺就位，归这官就位。 恭请总裁夫人李曾佩基就位，恭请汉新鲜机公司董事长李武良就位，恭请冰寒机构董事长李冰寒就位，恭请冰寒机构总经理。 侯信宏就位，恭请冰寒机构国际营运总监刘宏源就位，恭请冰寒机构行政经理陈信南就位，参礼人员就位，行上香礼。 上香拜，再上香拜，三上香拜，恭读祝文以中华民国111年天温岁次壬寅，农历正月初8日，希望新春嘉庆。冰寒机构总裁李和顺率总裁夫人李曾佩基、汉新鲜机公司董事长李武良、冰寒机构董事长李冰寒、冰寒药厂经理黄建旭、厂长赖正义、冰寒机构总经理侯信宏、冰寒机构国际营运总监刘宏源、冰寒机构行政经理陈信南、冰寒机构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经理李宏美，开全体干部、分销经理等，尽力香花、蔬果、栽培、陶竹、酒类之宜，一片虔诚，敬拜水仙尊王心情愿，用以清香三珠发界分，独孤报新福福春，万民普得健新年，如虎添翼旺全年，随虎下山栽运通，明虎气势连年发，新春团拜喜洋洋，祝贺好消相随，好威成风，希望吉日良成，福气尊王大兴临港，港务加强，正常献瑞，饮食吉祥，又我冰寒机构风度大典，事业昌扬，业绩长进，财源不起，
发汉家族世时无灾安泰，八节有庆随和，好耀龙庭生之气，风调雨顺调丰年，分享祝德上文献感，再行上香礼，上香拜。再上香拜，三上香拜，请受香。主殿礼官行三献礼，恭请主殿礼官秉汉之古总裁李和顺就位进花。献花拜，再拜，三拜，请受花。敬歌，献歌拜，再拜。三拜，请受歌。敬祝，献祝拜，再拜，三拜，请受祝。献祭我请护伊。阴阳水仙尊王行三敬礼，请大家双手合十，敬礼拜，再敬礼拜，三